花莲的太鲁阁国家公园今年过年推出着3条路线的游园专车，而且是第一届开放给民众会当开车入去太鲁阁的园区。清气的溪水一直冲落来，变作水墙。徛伫咧桥顶的游客摕手机记录这真水的景色。日头光为天顶照落来，真侪游客大包小包准备爬山看森林的风景。太鲁阁国家公园若到假日，就有真侪游客来，还未到中昼，停车场就已经满位，所以过去春节拢敢有专车接送。东向西每2小时放行一次，西向东也是每2个小时放行一次。让2点钟有10分钟的时间，火车驶入来。做车辆管制，游客会安怎看？会啊，你会想要进去啊？反正台湾不管到哪边都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没办法就再出来的。最好是有管制，是坐接驳车，大家都会方便了，里面会比较好玩。民众的看法无同，太管处嘛经济无共进行送游园专车，分做3色路线，让游客会当来园区佚佗。民众可以自由搭乘，那我们会停在园区的各个景点。真侪游客拢甲车插到真远，才阁用行的要来送，所以太管处鼓励游客加坐大众运输。今年和业者合作，让游客会当为火车头坐客运来到园区，才阁搬车或者是直接坐公车去景点送。因特别设各种方案，希望大家过年出来耍，会当有一个好心情。